本節目內容只反映主持人或個別參與節目人士之意見，敬請留意。歡迎收睇 ATV 焦點。今日嘅話題係香港新聞界嘅悲哀。現代新聞學倫理發源於英國，曾經盛極一時，一世界傳媒業牛耳嘅倫敦艦隊街，被譽為捍衛現代新聞學倫理嘅堅強堡壘。香港仲係英國殖民地時候培養出嚟嘅新聞從業人員，無論佢學習嘅地點係本港嘅定係英美嘅學府，接受嘅教育同埋訓練都強調呢種職業倫理。於是風氣所及，令香港亦都沾咗英美新聞業界嘅呢種光。新聞從業人員乃至社會大眾對新聞報導需要真實、持平、公正嘅原則頗為崇拜。英國殖民政府雖然從香港打道回府已經15年，但殖民地嘅痕跡喺香港仍然隨處可見。甚至有人喺反政府嘅遊行集會之中，仲打出殖民地政府嘅旗幟，以宣泄佢哋對佢昔日英國皇室臣民身份嘅緬懷同追思。呢啲本來應該消失嘅恥辱印記，能夠如此長久咁存在，足以證明100多年嘅殖民統治對香港人造成嘅影響有幾大。但係諗唔到嘅係，英國人帶俾香港嘅現代新聞學倫理，而家世界上獲得民主社會普遍接受嘅價值觀，喺呢個期間卻反而迅速崩潰。到今日已經被一啲香港報紙完全拋棄。正常人係嬰兒沖完涼之後潑去裝水，留低孩子；蠢人係裝水同孩子一齊潑走。我哋嘅某啲人卻係仍掉孩子，留下裝水。拎幾家所謂求傳真、講公信嘅報章為例，佢哋對鍾庭耀港大民意研究中心嘅調查結果選擇性報導嘅嚴重令人吃驚。2年嚟，鍾庭耀一直就2個免費電視台收視率進行調查。2011年全年2台嘅平均收看人數分別為亞視388萬3500人，無線574萬667人，對比係40.3對59.7，故稱收視人口比例係46之分。最近佢喺接受電台訪問嘅時候，仲重申呢個調查數據。但係呢啲所謂求傳真、講公信嘅傳媒，對呢個調查結果卻視而不見，不作具體報導。鍾先生喺調查中仲曾經提出過一個優質觀眾指數嘅概念，話據佢嘅研究，亞視嘅一啲節目，例如亞視百人、感動香港、我要做特首、把酒當歌等等，收視表現亮麗。呢啲報紙喺佢哋嘅報導之中，對呢個優質觀眾指數嘅概念更加隻字未提。咁當然可以理解，因為呢個概念同佢哋嘅政治立場格格不入。近日，鍾先生又接受某團體嘅委託，再進行一項同免費電視有關嘅調查，結果係發現80%受訪者支持政府發放新嘅免費電視牌照。呢啲報紙對呢項調查嘅報導卻鋪天蓋地，咁當然亦都可以理解，因為呢個結果正係佢哋需要㗎。按照自己嘅政治立場需要而選擇性報導，已經成為香港一啲傳媒嘅中心原則。至於係咪有違反現代新聞學倫理，咁就顧唔得啦。因為佢哋嘅政治需要至高無上，其餘可以不屑一顧。呢啲經常將捍衛香港核心價值掛喺後邊嘅新聞媒體，佢哋嘅騙人把戲亦都不過如此。